科技调研项目、技术透明项目的调查发现，苹果手机长期和最知名的供应商蓝思科技被指控在其工厂里使用来自东突厥散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工，再次引发对苹果公司在中国人权记录的关注。华盛顿邮报独家获得了技术透明项目发现的这些文件，并在12月29日的报道中披露了数千名来自东突厥散的维吾尔工人是如何被派到蓝思科技工作的情况。此外，根据亚马逊和特斯拉两家公司的年度报告，蓝思科技也是这两家公司的供应商。技术透明项目认为，他们的研究表明，苹果在其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工，远远地超出了该公司所承认的程度。不过，苹果公司对此给予否认。苹果公司发言人乔西·洛森托斯科说，公司已经证实，蓝思科技公司没有接受任何来自东突厥散的维吾尔工人。美国和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就东突厥散问题进行了对立的分享和发言。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于12月27日在其官方推特账号上分享了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的一份消息。该消息称，美国一家餐馆的经营者向顾客提供饮食服务，以及介绍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中国外交使团旨在贬低中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近年来，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的身份和文化。伊斯兰社会民族观念组织杜塞尔多夫地区主席拜勒姆克里切、副主席巴里什哈斯图尔克和基拉尔拜拉克塔斯对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进行了有意义的访问。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前主席阿布杜吉里里卡拉卡什先生在其办公室接待了代表团，并提供了有关东突厥散局势和协会工作的信息。会谈中，卡拉卡什先生与代表团就如何展开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他还向伊斯兰社会民族观念组织对东突厥散的关注表示感谢。日本共同社29日援引接近日本和美国关系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去年曾秘密向美国和英国提供了中国在东突厥散强制拘押穆斯林的情报，条件是对情报来源保密。美国政府基于该情报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并对中国进行制裁，英国也加入了指责中国，但日本仅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共同社称，日本政府的举动表明，在日本政府内部呼吁加入五眼联盟，以更好应对朝鲜和中国日益严峻的威胁之际，日本已经在幕后与合作伙伴分享关键情报。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包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和中国即将达成一项期待已久的商业投资协定，预计将于本周敲定的协议将使欧洲企业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并改善竞争条件。会谈即将结束，看起来不错，只剩下一些小细节需要敲定。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欧盟官员告诉路透社，德国一直是这份协定的主要推动者，他预计能让德国大型车企受益颇多。德国是欧洲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欧盟官员们称，欧盟各成员国驻布鲁塞尔的大使们周一讨论了该协议，没有国家对此有任何重大意义。欧盟委员会报告了与北京方面谈判的进展，包括中国劳工权利这一核心问题。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此前有报道称，中国利用大量被拘押的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强迫劳动。